生动动的湖笋、大树下，谈一道好谈的音乐。一从闹热的64时就开始的，替新竹清华大学展开始，这是新竹第一个农學實習。新竹江沙沙雷部落的金橋媽媽，唱出像天使樣的野生歌。一條部落媽媽講，一定中嘅胡圖強吹，唔單止空間安全，還加倍上帝的祝福。大家趕快來買這些上帝，他們都是聽聖歌長大，對，聽聖歌長大的蔬菜。對，快來買哦，好的蔬菜哦，快來買哦。細阿哥太上嘅行買，細阿妹睇順條或簡單嘅看板，睇熱無限嘅群體人下，一戶熱係對途人來嘅。回家太細，共下睇64時擺攤呢，過後夜退燒，自家農場種嘅有機青菜。對我哋咩希望啊？講啊，要多一隻蔬菜銷售管道啊，像一下藍天嘅時間嗬，要吹一下動太出嗬，動太出一下就下多吹下賣人氣啊，拄好一下開始嗬，有一下市集，還擺干巴就多一個銷售管道哈，啊，對我哋來講，沒有一個蠻大的幫助。農民離開嘅農田，來到市集擺攤呢，同消費者面對面。幾多唔前有超級市場出現前，各有人情味嘅交換方式。對新竹竹東陽橋社區來嘅農民，直接同人客講，自家嘅產品特別提奶。竹東陽橋米係用廚餘作為水性皮來耕種，係完全唔使用化學皮囤農藥嘅擴羈米。竹東本陽陽橋本陽是有機米的社區啦，又上有機米啊，然後有機蔬菜兩種啦。可是3年前的期間，那個台北跟劉立學劉老師合作哈，做來的用易肥走出來的水，然後那實驗講，我哋都得用到稻米地板膜。其實配水，廚餘那個配料。一籃一籃齊齊嘅青菜果子，對新竹五豐鄉柏蘭部落來嘅，皆係農民真用貴，用休眠自然農法種嘅農產品。大早對部落出發來到64時擺攤呢，但像係視察嘅，就係2點鐘，我做得同消費者面對面互動，一次都各有價值。我這個是用自然農法，沒有農藥，沒有肥料，然後就用那個種子，因為種子都是自家採種。我們秀明自然農法規定都是，也不能買苗，只有那個傳下來的種子。我想最大的好處就應該是他買到最健康的食品，然後又不要經過商人的中間剝削，然後農民也可以收到比較好的收入，那消費者更可以保障他的健康。平常你只能在有機店、超商去買包裝好的東西，不像現在，你看這個可以自己拿，看到它是那麼清脆，哈，然後跟他談話，跟種的人談話，你知道他的熱情，知道他的理想，我覺得那個比食物本身還要讓人感動。做用米嘅64時提供菜地細農民一個賣貨嘅平台，此產此銷用自然農法耕種，無拖空間嘅農產品，減少控制同本地產技術。消費者享受空間環保嘅綠生活，生產者也做得友善嘅對待家鄉嘅綠色態度，希望做得永久經營落去。那現在就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，我們在地的小農，慢慢的那些他們有機自然的這些生產方式，慢慢會遭到壓縮。
那我们想说，就是连结在地的桃竹苗这些的小农，然后以自然、健康、有机的这些方式，那在这里做一个在地的连结，要希望打造一个就是永续的一个市集这样子，让生产者跟消费者相见。那未来我们会请他们到农田去，也是当生命遇到生命，所以我们用当生命遇到生命的这个主轴来推动绿市集。那希望未来台湾的土地因为这样子而更干净，因为这样子农业不要说一定要释出变成其他用途，农业可以继续留下来。参加60的成员之一罗文碧，行业本色的菜园摘下一扎扎的青菜，准备实习今日摆摊的活用的。人哋都走来走去的街夜，不同罗文碧藤树做事，仲喺睇松土前藤树适合内地度的虫的。罗文碧的农场常用係用天然有機的方式來種的。我同一般的農民冇共用嘅係，而並唔直接買一道青菜，係經過主加工過後，能送到消費者嘅手上。咱就認為係一家菜係一家用，所以咱就還冇像喺咧種菜按功夫，因為係熱風去種嘅啦。係見認為一家傳統種哦，還唔是講蟲嘅速度會賣相唔好。所以，大部分它簡單種的出來是種。天然有機的食材，做出生菜沙拉，也係簡單的煮法，煮出食物本淡的黏味。羅文碧用最抗菌的方式做出食材，一出看起來改善顏色，當整體60度改數分呀。主要有機的東西。當時就係講愛推廣，愛面對面的接觸，有沒有人有辦法解釋你啲東西，老年賣嘢老配市場係冇共用。一般迄個喺度底下主要問題是講冇辦法老年對談。我們記得唔啲喺度到底你做乜嘅花多錢買到嘅東西，唔啲嘢品質、嘢種法、嘢理念嘅乜嘅。生產者同消費者透過60建立的互動。唔但搶超越的簡單的交換關係，理念相同的生產者也做得相互交流學習。這小農這個東西，它是大概都是實驗過程好，到慢慢發展。這個有人做了10年，有人做8年，有人才可以進入門。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通路，一方面可以交流，啊，一方面還增加一些通路，還創造利潤有多少我們不在乎，是吧？讓大家認識到有機市民有這麼好一個好處啊，我覺得還不錯啦，哈。这个豆花，你把这个糖水打開，豆花舀出來，加糖水就可以吃了。然後也有一個人可以吃的。整體同消費者售嘅自家產品呢係黃口比，買嘅係有機黃豆嘅製品，像係豆腐花、豆嫩、豆腐乾炒油。黃口比是指導台灣農民種有機黃豆嘅，唔靠卡到成本高，農民冇乜嘅咁去做，嗰所以開始研究有機黃豆嘅。冇想到出嚟呢，你睇做豆腐嘅世界度。台灣也下嘅黃豆嘅製品，但是如何使用國外進口嘅黃豆嘅，雖然黃口味也係用嘅，也係進口嘅有機黃豆嘅為主。故而希望豆腐店嘅成立作為下意。進一步來實現發展台灣自家的有機黃豆業的理想，因為透過農學實習，還做得本改到有同樣理念的人得到支持的力量。我的東西可以直接交給要吃的人，然後也透過他們，我了解他們吃我東西是什麼感覺。透過自己的形式，讓好的農產品或者好的加工品、好的東西呢，在市集裡面活下來，那支持這些做好東西的人繼續做，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。台灣近來經實現辦農學實習，一個60-40地度嘅攤商，無論係種有機青菜果子嘅新農民，
也制作天然加工食品的小资本厂商，种开路喺土种苗体系菜地生产的，因为除了建立食物买卖的业绩互通，60也想要做到菜地生产、菜地消费，减少农产品的运输里程同食物里程。我们目前的食物都在外国来嘛，其实我们自己吃自己的食物很少，主权不在啦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争取我们的食物主权，那么让更多的农夫有机会可以尝试不同的自然农法，或是对土地友善的农法。初期呢，我是蛮热心参与这样子的事情，那希望能把这个市集呢，把这个鼓励小农在地生产的市集呢，让它能活了下来，然后变成一个正常的状态。那消费者也可以透过这市集呢，买到真正的好的食物。小的生产者，他也能够透过自己，有一个支撑的力量，让他能继续持续的做。前做体嘅农学知识，本菜地有见农民朋友持重强下，消费者也已经唔系睇消费内同嘅媒介咧，真实做得有现实嘅自由，透对自家好嘅，对农民好嘅，也对土地好嘅食物。